今日咧就想介紹一啲改善手腕嘅問題，係啦，即係譬如咧有啲人士啦，成日打電腦啦，或者係用到呢一個手腕呢個位置嘅工作啊嚇，譬如你好似以前嗰啲托餐咁樣，成日咁樣將隻手一個姿勢啦，或者咧煮嘢拋鑊啦，廚房成日用刀啦、鑊鏟啦，總之你用到呢個手腕呢個位置嘅咧，咁都會容易係傷嘅。咁所以咧就要鬆翻佢啦。咁未有呢一個腕綜合症嘅咧，就要多啲做，可以預防嘅。咁如果你話有啲直情，我有啲學生曾經係已經係開過刀㗎啦，即係開過刀做過手術嘅。咁呢個咧就係慢慢要做翻啦，因為曾經受傷過嘅地方，如果你再唔去伸展下佢，或者你成日錫住佢咧，咁變咗咧佢會個舊患咧就越嚟越唔會好翻嘅嚇，因為呢啲係啦，手術都係幫你鬆咗嘅啫。好啦，而家開始咧點樣咧？首先伸直個手啦，手背對手背啦，一隻扣落去，咁你左同右都冇問題嘅，因為兩隻都要做。拳頭握住十指咁緊扣，吸氣，呼氣，將佢喺中間咁捐過嚟。嗱，有啲同學咧，你試下啦，係伸唔直嘅，咁已經係開始有少少㗎啦。咁我哋有兩個方法啊嚇，呢一個咧轉動佢咧，就係動態嘅伸展。我哋首先做到動態伸展先，好，慢慢放鬆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放到幾多就幾多，係啦。可能咧你係去到呢個位置啫，就唔好夾硬啦，你多啲做。慢慢呼氣，向下咁樣放低佢，係啦，唔直晒冇問題。總之一定係要多啲轉。好啦，轉完之後我哋就叫靜態保持啦。靜態保持就係伸直，膊頭沉低，永遠唔好聳肩嚇，放低個膊頭，你感覺上邊嗰個手腕拉住就係伸展緊㗎啦。俾少少時間佢，最好就10秒啦。係啦，咁你計10下，數10秒，係啊都可以嘅。30秒都冇問題嘅，就唔需要太耐。好，你會感覺係扯住㗎啦。好，慢慢返回，記得唔好彈，喺翻呢個位置拆翻開佢，再另一隻啦，手背對手背，另一隻手扣，拳頭握住十指緊扣，吸氣呼氣。可能你有一隻咧會好啲嘅。就係關你嗰個習慣性啦，用左定用右啦，勞損邊一邊多少少。當你咧一喺伸展嘅時候，你一定測試到自己左同右有邊邊會比較繃緊。咁我哋個人咧有分左同右邊，一定有少少不平衡，有一邊會好啲，有一邊會緊啲，係啦。好啦，轉完之後動態伸展之後靜態保持啦。放鬆膊頭，放鬆你嗰個要伸展嘅地方，專注感受下，而家就係伸展緊手腕，俾幾個呼吸佢，係啦。靜態保持，你要俾少少時間佢伸展嘅，初時可能係比較有啲痛，但係你呼氣就係放鬆啦，做多一個呼吸。記得還原就係咁樣嘅，翻轉頭，好鬆咗之後，咁你就要鬆下去啦，揈下又得，轉下又得，係啦，即係俾佢嗰啲血淋巴返回啦。好啦，如果喜歡今個 video 嘅咧，就請你哋 share、like and subscribe， 同埋咧可以留言，我盡量會解答各位嘅問題嘅。Namaste。